房協積極鼓勵青年創業，建構跨代共融社區。2025年7月推出跨代雙年青年創業計劃，喺轄下出租屋邨，包括北角健康邨同紅磡家維邨，提供共4間商鋪俾年青人創業，鼓勵佢哋將商業創意結合跨代共融理念，實踐創業夢想。獲選嘅年青人初創企業喺2025年11月陸續開業，佢哋可以喺房協呢4間商鋪經營業務，為期1年。呢4間商鋪首7個月嘅租金同管理費完全獲得寬免，由房協資助，甚至連基本店鋪裝修同市場推廣，房協亦會提供支援。當中表現優秀嘅創業團隊，日後更有機會進駐房協喺啟德嘅旗艦商場啟點，開設快閃店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同房協主席凌嘉勤教授喺2月初更加親自去到紅磡家維邨探訪其中一個創業團隊。跨代部對我嚟講嘅意義咧，就係佢哋可以咧，就係同唔同人一齊玩，一齊合作下啦。咁都可以透過我哋嘅服務係連結埋一齊，達至真係成個社會係有一個共融嘅效果咯。覺得佢哋都係會一齊去做一啲手工啊，佢哋都係一個好嘅共聚嘅一個時間咯。呢一代嘅朋友仔點樣去思考上一代人嘅需要呢？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。萍姐啦，同埋我啦，都係呢度嘅店長啦。咁我哋會請啲老友記啦，同埋啲義工嚟呢度做嘢嘅。咁啊，第一咧就想即係認識啲花啦，第二咧就可以一齊聚傾下偈啦。咁我哋揾啲老友記嚟咧，都希望有個地方聚下啦。咁同埋有啲花攞翻去屋企咧，都好開心咯。咁我哋主要係做無助健身運動嘅，除咗就係好似一般主流嘅 gym， 我哋會有健身教練去度帶住啦。更加重點嘅會係我哋嘅服務會係更加切合喺佢哋嘅身體嘅需要。咁去到藉住呢啲唔同嘅活動，去到同到一個更加多嘅社會去到連結。咁我哋就發覺其實呢個附近係好多學校，佢哋冇乜多元化少少嘅一個學習嘅空間。我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嘅都係一座橋點解會咁樣起啊？點解咁多好似斜嘅三角形？可以俾佢睇到更加多背後嘅思考邏輯。我哋可以設計一啲有功能又靚嘅無障礙服飾，去啱到一啲年長嘅朋友啦，或者係身體有唔同情況嘅朋友，亦都可以受惠到佢哋嘅照顧者。而亦都見到呢個青年創業家嘅計劃咧，好適合我哋而家嗰個社企嘅營運模式啦。人流個量一定大咗，有個婆婆行過啊，有個公公行過啦，咁咧佢都會入嚟望下、了解下。跨代雙年青年創業計劃只係房協其中一個跨代共融嘅實踐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將呢個理念貫穿唔同業務，亦推廣到香港每一處，為香港建設一個更關愛、更共融、可持續嘅未來。